先进企业社会责任协助故乡绿色好过年。人胖集团总裁侯永都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创办人侯伯明，14号一透早出现伫立中港临安宫，发送慰问金予北门客家中间的绿色家庭，希望借此予因感受到社会温暖。今年拢总发2300几个人，790万。第14年，非常的欢喜，企业界第二我哋呼吁来认养伊的这个区域，咱继续伫北门将军客家，咱来帮忙这个这需要的这个同胞，再次呼吁这个企业界来认养故乡偏远地方的需要的帮忙。我下早高铁落来，拄到咱的郭部长，我嘛讲我要来遮发放，伊去仙台要演讲，咱的经济部长，我嘛讲大家爱团结，渡过这个难关，小祥官人到，我嘛想到这个咱故乡的老人，所以这次嘛是搁落来，来关心这个老人，大家过一个平安的这个新年。侯永都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寒冬送暖的活动，举办已经迈入第14冬，关怀对象是3区3款低收入户以及残障人士。这次总计发送790万慰问金，14冬来总计发出6642万，累计有25700人次收费。侯永都基金会由侯伯明三兄弟关键统一企业环球水泥股票创立，纪念父亲侯永都遗爱灵感。基金会自民国78年创立以来，其附属的单位永都艺术馆历年发送的善款累计达到3亿3千万，也捐予慈善社福单位32台车辆，希望透过当年累月付出，唤起社会对着绿色团体重视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